台湾杨中心看到市府推出21处市场古早味的美食指南，让伊相当感慨，因为大湾市场都无机会入选，嘛让伊伫总预算再次向市场请命，因为市场老旧，真需要改建，建议伫市场任期内启动开发。而且今年7月，相关人员拜会市府，已经达成改建共识，结果却无得入年度预算。地方嘛烦恼，敢会因为市场换人，建设的因此跳票。对此，市场表示，虽然办事起头难，不过嘛答应预算分8档编列，政府的政策一定会延续。本席认为，大湾市场你会当再一次甲咱承诺未？因为10月15市场处来公务局开会的时阵，阮的里长、阮的董干事就提出来，市场会好难卖，市场明年就满啊。那么无甲咱用好，阮这个市场甚至议员拉来，害阮空欢喜一场。万事起头难，第二是头过身就过，第三是大家守信用。万事起头难，当然是真侪工会是你一个起头，大家都会各路作战。哪像你讲地上物要安怎啦，摊商的未来生计要安怎啦，种，大家拢会思考着嘛。所以咱计划好，讨论好，像恁讲来，咱讨论好，10月15市场处长去甲你拜好，然后大家有一个共识，公务局嘛愿意，来处理。这个地上物，安尼就是上大的生意啊，所以起头应该是无问题。第二，头过身就过，咱要分8档来编这个物件。咱甲国有财产局是公家机关，咱台南市政府嘛公家机关对公家机关进前，已经有签，你比如讲，譬如甲架构协议签落就准算啊。你后摆未来若准第一档过。是未来市场搁要反销，搁要迄落，一定会遭受。第一方面，你纳去的钱就无啊；第二方面，让百姓感觉你失信，台南市政府失信用，对市场嘛无好。台湾杨中心进一步针对交通助理开单制度，竟然20天内就开3600多件违规，红单超过200万，再次引发各界争论。这期这2个月训练的交通助理，根本就是6岁起检举达人。台南新闻军职张树伟采访报道。